到了即马开24点钟的自助店面愈来愈多，伫中华道民众反映讲，为少这24点钟营业的自助洗车场，还有这夹红仔店呢，开伫咧徛街附近，半暝机器运转的声音，这机台音乐声，互因吵甲自在袂调，严重影响到因的生活品质。 自助洗车场内底有专业的设备加空间，未少民众会选择来遮家己洗车。但是有的洗车场开伫主题区附近，居民讲，抢在3更半暝有民众来洗车，互因真困扰。噪音非常的大，然后白天我们还能接受，因为是工作时间或者说白天大家外出，但是晚上休息大概8、9点以后，就是我们靠近洗车场那边，噪音就会影响我们休息。对，好像不三时拢有听到咧，频率算会叽叽叫吼，咱无法度困较足安眠的。 即阵24点钟营业的自助店面愈来愈多，中华有议员表示，未少民众反映，徛街附近有侪自助洗车场甲醃红仔机的店面，半暝机器运转的声音、机台的音乐声，实在互人自在袂调。希望会当规范主题区内店头的营业时间。声音的管理，环保局应当有法度处理啦。但是啊，营业时间应当就是送下课，爱落针对时间啦。咱即摆是24小时的，恁也袂讲伊透早。 可以做到暗时11点，安尼算嘛时间足长啊啦。这个要去问中央的法规，看有没有抵触啊？因为中央的法规是没有限制营业时间的，所以我们就一切都还在研究的阶段，嘿啊。 官府表示，目前中央法规无禁止自助洗车场甲醃红仔机店袂使开伫主题区，当咧研究制定相关的管理规范。噪音的部分，环保局会加强主动稽查，必要时会请业者先针对隔音设备做改善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